在高雄有民众3年前的时阵，一家伙仔3个人去庙里拜拜，搁炸符仔水回去啉，想袂到啉到底，煞是出现头壳戆、话沙咧乌白讲等等，那像是中毒的症状。送病院了后，才知影这符仔水内底有去掺着有毒的南洋金花，这种花看落是那像倒掉的腊八花同款，若是严重者可能会死亡。那市府卫生局是回应讲，这个案件已经是3年前的旧案件。苏当时并无接到任何通报，会阁调查敢是有违反医师法相关的规定。开水响的白色花蕊看起来真优雅，不过将大花蔓倒落，规丛拢有毒。高雄基丁区有一家人，爸爸妈妈甲后生去某一个宫庙看诊了后，摕符仔水倒来啉，20cc 了后开始出现症状。老母乌讲白讲，互送病院，后生甲老爸后头壳咸，侪无方向症状。医师发现3个人啉的符仔水拢有泡这种花，出现中毒。因为我们很难去控制它的剂量啦。所以说一般人使用，有些人可能觉得还 OK， 那有些人对他来讲，他的剂量就会比较大，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症状。3个人啉无济，经由支持疗法，事发迄天也是隔天就出院。大花蔓倒落属有外来种，台湾伫中海北以上地区定来看，地形是规丛拢有毒。加治整治毒性上大，医师提醒，皮肤接触袂中毒，食落去才有危险，上严重恐惊会死。也有其他表示指出，一般符仔水大部分，互民众摕转去洗保平安，也袂掺其他物件。普通我庙宇是拢用神明咧拜拜的花，5色花，互转去挂牛铃，挂落水洗，甲囡仔切安尼样。市府卫生局讲，这个案件是发生伫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，当时无接到通报。后续的调查公庙是不是用这个符仔水讲有疗效，涉嫌违反医师法，也提醒民众毋当听信偏方，也是食无有医师资格人员所提供药品，也是食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